86年的时候呢，做过那个十轮金刚的灌顶，做过十轮金刚的灌顶。那个做十轮金刚的灌顶的时候呢，就是当时法王说那个十轮金刚灌顶的时候呢，就是需要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呢，就是后来就是想来想去，就是做那个红大棚啊，就是大棚。我们现在就是经常戴在这个脖子上的那个大棚料。那个大棚的话呢，好像这个缘起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原来可能我们这里有些老道友应该认识，就是一个叫地叉活佛啊，就是那个地叉活佛呢，就是给法王供养一个大棚的那个唐卡，然后这个唐卡的话呢，就是特别，就缘起就是很吉祥的，就法王说以前老人家在那个紫青山谷的时候呢，就是那个空西木达热喇嘛他给他供养过一个硬币，就是那个硬币呢，就是在这个上面就是显得雪山上那个升起一个太阳，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志。后来就是佛法就是再红的有些因缘呢，就是这个缘起呢，就是已经这个成熟了啊，就缘起已经这个就是成熟了。然后这次这个十轮金刚灌顶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地叉活佛给他的这个什么那个大棚的唐卡的话呢。就是本来就是上是正好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像就是灌顶的标志的话呢，那么做这个大棚的标志就非常的这个吉祥。那么当天呢，就上是当时好像我们做了一个黑背的那个这种这个大棚像就每一个人呢就卖了一张吧，就卖一张。当时临时就是在这边有一个人。好像那个拍照片的一个汉族人吧，就是他呢就是做就是当时上师如意宝说他和另外一个这个好像一品火锅还是什么，就是他们两个的话，那一早上都是给这个人讨价还价，就是说半天，结果呢只讲到那个5毛钱，就是。本来他要的是那个1块钱，就是然后后来就是降到这个5毛钱，就是让我们每个人呢，就是最好这个请一个，就是作为呢，这个就是这个灌顶的标志。那么将来呢，就是这个大棚的话呢，就是作为那个十轮金刚的这个怎么说就是他那个军队的那种标志就是他的一种这个标志。就所以，我想自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法王如意宝，这个大棚就红大棚的话呢，就是进行这个弘扬。我希望我们的很多道友就是我在这个菩提学会当中也好，就是很多书里面的话呢，就是我想这个有个特殊的这个缘起，一个是这个法王如意宝，就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缘起，将来我们就是变成这个十轮金刚的这种这个幻化军队来这个相互魔藏，就是我们也就是愿意这个发愿就愿意发愿。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大棚的话呢，那么那个就是以前我也讲过，就是这个转轮王的这个以前的一个儿子当中呢，就是一个就是他就是发愿1000个佛成佛的时候呢，他就发愿就是在1000个佛当中，如果出现任何一个违愿的话，那就是用他来就是开始这个遣除违愿，就是他当时这样发愿而变成这个大棚的。所以这个大棚的这个修法的话呢，就是非常多。藏传佛教里面，像我们以前那个德钦朗巴的佛藏品里面呢，就是有这个黑色的大棚的修法，还有那个花色的这个大棚的修法，有这个红色的这个大棚的这个修法就是很多的。但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法王如意宝就是讲的这个的话呢，就是基本上这个红色的这个大棚就红色的大棚，其实观修起来呢也是比较这个容易，就是那个佛藏品里面呢就有个简单的这个观修就是首先观想一个就是无光的这个蛋，就是那个鸡蛋的蛋，然后这个蛋上面呢就是标志着一个春就是藏文的春，我应该写一下没有笔，这个还有这个笔太小了，大的笔有没有？我看看，这个春是这样的。好像有点看不见。
是吧？后面的人看得见吗？没事，以后再写。这个冲啊，就是这个冲字呢，就一擦了就变成那个红色的大棚，红色的大棚呢，最里面就是含着这个毒蛇，还有呢，它的两边的这个翅膀啊，是这个火红，就是火焰的这个翅膀，然后这个它发出那个咒语的这种滋声。啊，就发出咒语的这种这个滋声，然后呢就是用智慧的这个火焰呢，就是焚烧一切恶龙啊，就是一边呢这样观想，就是一边呢就是念那个大鹏的心咒，我们冲嘎日扎扎了扎嘞轰帕，我们冲嘎日扎扎嘞轰帕，我们冲嘎日扎扎嘞轰帕，就是其实这个念诵啊，就是很多人来讲是很重要的。现在魔法时代的时候，有时候恶龙对我们的这个干扰啊、危害啊，就是也有相当大的。就我刚才什么说到哪儿去了？对，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大鹏的这种标志啊，就是也给大家讲一下。那么这次这个缘起的话呢，以后啊，就是自己的是平时，就是带着这个一些大鹏的这个像啊，就这样呢，就摧毁一切这个魔种啊、恶龙啊，还有一些地神啊，一切这个妖魔怪怪啊，就是这样的一些种种的这个威愿啊，就有一定的这个利益啊，就有一定的这个利益。因此刚才我话可以说回来，就是说这个神人金刚的这个军队呢，就是让这个降服世间的一切这个魔种啊，就是宣说呢未来之福，这个边陲野人之际，将边陲野人一网打尽啊，就是全部都这个会坏坏，然后呢就是进行这个弘扬啊。就是密乘，就是以神人金刚为主的，在整个这个南瞻部洲呢，就是弘扬这个大弘扬这个神人金刚为主的秘法。